Shalom，歡迎大家參與我哋嘅網上崇拜。我哋奉主嘅名開始崇拜。耶和華的聖民啊，你們要歌頌他，稱讚他可紀念的聖名，因為他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日宿雖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耶和華，求你應允我，憐恤我。耶和華，求你幫助我。你已將我的哀哭變為跳舞，將我的麻衣脫去，給我披上喜樂，好叫我的靈歌頌你，並不住聲。耶和華我的神啊，我要稱謝你，直到永遠。愛我哋嘅主，你嘅慈愛傳到永遠，你嘅信實直到萬代。感謝你以愛饒恕我哋每一個，縱然我哋曾經犯過幾多嘅過犯都好，你以永恆嘅愛去愛我哋，饒恕我哋，接納我哋要感謝讚美你。主啊，假如我哋過去嘅日子仍然有罪喺心中，仍然有內疚喺心中，我哋今日喺呢一個時間嚟到你嘅面前去敬拜你嘅時候，願意你再一次去聆聽我哋嘅禱告，再一次去赦免我哋嘅罪，好讓我哋能夠得着釋放，手潔心清嘅，毫無攔阻嘅，再一次嚟到你嘅面前去敬拜你，與你親近。主啊，我哋環顧呢個世上有好多嘅災難、人禍、戰爭，主啊，求你憐憫呢個世代，憐憫世人。有好多人身不由己喺呢個世代當中做好多嘅事情，自己都會覺得後悔。主啊，求你憐憫呢個世代。主啊，求你興起你嘅教會，興起眾聖徒，努力嘅去傳揚悔改嘅福音，好讓更多嘅人能夠解決心靈上嘅困苦內疚，得到赦免。主啊，願你賜福，願我哋喺崇拜裏邊再一次被你聖靈去充滿，好讓我哋能夠更深認識一份認罪悔改得赦免嘅福音係點樣嘅福音，領受當中嘅好處，得着成長，更有力嘅去影響身邊嘅人同得呢份嘅福氣。願你繼續賜福帶領我哋嘅崇拜，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阿門。耶穌基督縱然被賣受害致死，但佢卻以復活大能彰顯人間。現在就讓我哋一同高舉主嘅名啊！主，我高舉你的名，主，我深愛稱頌你，我深信為你愛我深信為你救贖我。你從天上將時間指引我路，在世間被釘十架，我罪的贖，從十架到墳墓，從墳墓升為殿，主，我高舉你的名。高舉你的名，主，我深愛稱頌你，
深信为你爱我，我深信为你救赎我。你从天上将世界指引我路，在世间被钉十架，我罪的赎，从十架到坟墓，从坟墓升回天，主我高举你的名。你从天上将时间指引我路，在世间被钉十架，我罪的赎，从十架到坟墓，从坟墓升回天，主我高举你的名。你从天上将时间指引我路，在世间被钉十架，我罪的赎，从十架到坟墓，从坟墓升回天，主我高举你的名，主我高举你的名，主我高举你的名。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讓我哋一同經歷神安慰醫治哭泣嘅心靈，重新振作讚美主。我的心默默無聲，尋問卻只得不着反應。塵俗裏太多不測的事情，沒法解釋究竟我的主懇請回應，來讓我確知你在傾聽。就算故中奧妙我沒法知道，但確信上帝意念是至高。哭有時，笑亦有時，一宿雖有哭泣，早晨卻已歡呼開始。生有時，告別有時，心之中有一天總能重遇你，讓我知。哭有時，笑亦有時，一宿雖有哭泣，早晨卻已歡呼開始。生死有時，聚散是永不知，感激中有一天總能重遇，這是你旨意。我的主懇請回應，來讓我確知你在傾聽。就算故中奧妙我沒法知道，但確信上帝意念是至高。哭有時，笑
3次跌倒與3次建立。俗語有話，喺邊度跌低就喺邊度起返身。耶穌知道彼得3次不認主，為彼得帶嚟無比嘅內疚。喺佢復活嘅時候，就3問彼得：你愛我嗎？並3次肯定彼得能夠喺牧養群羊、建立教會嘅使命上邊有份。經文記述彼得同其餘6位門徒喺提比利亞海邊打魚。呢個重操故業嘅舉動，好多人會認為係要表達彼得同門徒對耶穌已經復活嘅奧蹟仍然無動於衷，並未透徹明白嘅表現。然而打魚嘅確係彼得作為漁夫嘅生活技能，而且按約翰福音嘅鋪陳，前2次耶穌復活嘅顯現已經無疑係將門徒嘅生命喚醒並賜下咗平安。喺第21章中，耶穌第一句同門徒講嘅說話，耶穌就對他們說：孩子們，你們有吃的沒有？佢哋回答話：沒有。再一次讓我哋睇見耶穌嘅體貼同埋溫柔，佢顧念門徒嘅需要。然而呢個撒網冇漁獲嘅經驗，再一次自然地讓讀者想起昔日耶穌呼召門徒之初，門徒整夜打魚都打唔着乜嘢嘅經歷，但因着耶穌嘅臨在，佢係嗰位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嘅主。魚貫滿，網險破，一個片段再一次呈現。經文話網裏滿了大魚，共153條。經文中嘅大魚同埋滿網都表達咗門徒一如以往咁樣甘心聽候上主嘅命令，佢哋將會得着豐盛嘅生命與餵養。正如5餅2魚中，門徒若信靠，使佢哋見證餵飽5000人嘅神蹟。喺耶穌同門徒吃過早飯之後3問彼得嘅片段，亦係今日嘅經文嘅重要核心。彼得曾3次不認主。如今耶穌3次問佢話：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嗎？彼得則回答話：主啊，你知道我愛你。而且每一次彼得回答之後，耶穌就吩咐佢，首先係你餵養我嘅小羊，然後係你牧養我嘅羊，最後係你餵養我嘅羊。有學者認為耶穌嘅3次提問並唔係對彼得3次不認主嘅指責，而係醫治。3次嘅提問好讓彼得認清自己嘅軟弱，並能夠從內心嘅愧疚中走出嚟，重新出發，接受耶穌嘅差遣。故此，我哋要明智地理解3問彼得嘅片段。耶穌每一次提問，或許係要讓彼得經歷佢嘅愛同埋赦免。同時，耶穌嘅每一次提問都帶着一份邀請同託付。從《使徒行傳》嘅記載，我哋知道彼得成為咗教會嘅領袖。喺5旬節講道，帶領超過3000人受洗歸主。可見耶穌所講彼得餵養群羊嘅一番話實現出嚟啦。彼得曾經3次唔認主，萬分內疚、痛哭難過，成為咗佢生命嘅一根刺。耶穌3問彼得，俾佢重新機會做人，成為佢療傷嘅過程，得着赦罪與醫治。你有冇曾經都好似彼得一樣犯下大錯，萬分內疚、痛哭難過嗎？你希望神再次俾你機會彌補過錯嗎？呢個係神聖嘅地方，叫佢做彼得受職堂。咁嚟到呢處嘅時候咧，唔可以穿即係袒胸露背、短裙短褲，因為呢一處咧就係一個敬拜紀念耶穌基督咧昔日點樣將嗰個嘅聖職交過俾彼得。咁大家要記得咧，就係當時咧就喺提比利亞嘅海邊，咁啲門徒咧就走咗去打魚。打魚嘅時候咧，耶穌就喺岸邊就同佢哋講：小子們啊，有吃的沒有啊？咁樣，咁佢哋就話打唔到啊咁樣。耶穌就教佢哋點樣下網打魚，結果咧就網咗153條魚。哇！153條魚，
多定少啊？多喎。並且咧前一晚乜嘢雨都冇嘛，但係而家咧就竟然有。呢樹有個石頭，耶穌基督當日咧就喺呢樹咧為佢哋預備咗嗰個午餐。當佢哋打咗魚翻嚟嘅時候咧，無論啲魚幾大條幾多，都唔能夠即刻食。但係耶穌基督就為佢哋預備咗有餅有魚，讓佢哋能夠充飢。裏邊嘅魚代表咗咧耶穌嘅接納，耶穌嘅寬恕。對於彼得嚟講咧，更加係耶穌再一次要使用佢。我哋好多時咧嚟到呢樹咧，就會有一個嘅獻心會啊。咁我就企喺啲樹啦，啲弟兄姊妹咧就一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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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坐晒喺啲樹。我爸爸翻咗天家啦，佢未翻天家之前曾經嚟過啲樹，之後咧佢就幫我哋預備每一個人都有個獻心卡。咁然後每個人咧就將我爸爸所做嘅呢個獻心卡就寫上咗佢哋對耶穌基督嘅心願。咁即係話喺呢個嘅地方就係我哋對耶穌基督嘅愛嘅考試。到底我哋應該點樣將我哋嗰份嘅心意嚟獻翻俾主耶穌咧？咁啊，所以有一首詩歌，華人教會成日都唱㗎啦。親愛的主，你今召我回來，面對你嘅愛，哎呀，有時都唔知應該點樣回答。我哋曾經一度叫你傷懷，即係好多基督徒信咗耶穌又離開耶穌不知幾多次。但係當耶穌基督考問彼得話：你愛我麼？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就係發生喺呢樹啦。我哋又應該喺呢一刻嘅裏邊點樣去回應我哋愛唔愛耶穌咧？咁啊，如果你問好多基督徒你愛唔愛耶穌啊？咁啊十之八九都愛咁樣。但係耶穌唔係淨係問我哋愛唔愛，耶穌問我哋愛得深唔深。係有個故事我成日都喺呢處講，都唔怕而家同大家分享，就係講一個媽媽出街嘅時候買咗啲咧芝麻餅翻嚟俾個仔，因為個仔中意食嗰啲芝麻餅啊嘛。咁啊，然後啲媽媽咧就好中意做一件嘅事喎。阿仔可唔可以請媽媽食啲啊？咁樣，咁個仔話可以咁樣，就喺塊芝麻餅嘅樹咧，就搣咗一粒芝麻遞個俾媽媽。媽媽，我愛你，我請你食啦咁樣。哇！一個芝麻餅裏邊有幾多粒芝麻？可能成千幾粒啦。搣一粒咁大把俾個媽媽，愛唔愛媽媽？愛。咁你話啦，深唔深咧？呢一個先至係最重要噶嘛。所以當今日我哋嚟到呢樹嘅時候，你要問自己：你愛耶穌愛得深唔深咧？咁啊喺呢一個嘅提比哩嘅海邊，當耶穌每一次問彼得：你愛唔愛啊？佢話愛。耶穌就將聖職交俾佢：你牧養我嘅羊啦，你餵養我嘅羊啦。咁啊嗱，呢一樹咧就有耶穌基督同埋彼得嗰個像。咁啊，就喺呢樹咧，耶穌基督就將佢嗰個工作職分交佢俾彼得。咁所以咧，今日耶穌唔係問我哋做唔做啊，做就愛咁，係問我哋先愛唔愛，然後先至交託。始終都係愛主在先，工作在後。嗱，呢個原則大家一定要記住喎。喺呢個提比嘅海邊咧，更加我哋留下咗好多好多嘅蹤跡嘅。咁啊，而家咧喺呢樹就開發緊啊！將來多啲人嚟嘅時候，我哋點樣咧咁樣？咁啊，大家睇見咧下邊咧就有啲心形嘅石啦。咁啊，嗰度咧就有好多石灘啦。我哋成日都喺呢樹咧執啲石仔，執粒心形嘅石仔，翻嚟提醒自己要愛主，比愛得以前嚟講係更深。盼望今日我哋嚟到呢樹嘅提比哩嘅海邊，
又參加呢個學愛嘅考試，每一個基督徒重新立志都要合格，合乎耶穌基督所要求嘅資格。不論你過去曾經闖下彌天大禍都好，你而家就可以向神禱告，求主赦免，並作出實際嘅行動，把握機會彌補過錯。彼得下半生把握生命，傳福音，建立教會，牧養群羊，被神大大使用。讓我哋一同體會彼得從罪疚嘅回憶中得着醫治與赦免，把握機會重新做人，履行福音使命啊！讓我哋一同禱告。復活嘅主，你從死裏復活，顯現人間，續行使命，赦罪、醫治與建立。我哋要讚美你，主啊！感謝你昔日讓彼得有機會反思己過，而且你重新建立佢嘅生命。亦都讓我哋每一個同樣都可以經歷呢一份嘅福氣。主啊，喺我哋過去嘅生命，我哋或許都有大大小小嘅過錯，有啲嘅時候我哋罪疚萬分，成為我哋生命嘅一根刺，甚至可能到今日我哋仍然隱隱作痛。主啊，求你醫治。主啊，好多謝你三次嘅去問彼得，你愛我嗎？同埋三次嘅再一次肯定俾佢牧養群羊嘅使命，呢份嘅託付去建立佢嘅生命。主啊，好多謝你俾彼得，俾我哋每一個都有咁嘅機會去反思，去悔改，去重新振作。主啊，求你幫助我哋喺邊度跌低，就喺邊度起翻身，重新去反思己過，有啲咩嘅因素令我哋跌低，我哋點樣可以彌補過錯，點樣可以負上責任，去做翻好自己應有嘅責任同埋使命。主啊，求你嘅聖靈咧喺呢一刻去醫治同埋安慰我哋每一個，好讓我哋同彼得一樣，能夠重新振作。主啊，求你除去我哋內心嘅內疚苦毒，除去我哋可能好耐一段好長嘅日子嘅痛苦。求你嘅聖靈咧去充滿我哋，你赦免我哋嘅罪，讓我哋能夠釋除呢一種嘅內疚感，讓我哋咧能夠重新被聖靈去充滿，取而代之，我哋咧係滿有能力嘅，而唔係滿有罪疚嘅，滿有生命力嘅，重新振作。我哋亦都認真去反思翻我哋過錯當中嘅問題，認真嘅去諗下點樣去彌補呢啲嘅過錯，去做翻好自己，負上應有嘅責任。喺美利嘅子，求你幫助我哋去實踐呢個嘅悔改行動，好讓我哋嘅生命係能夠咧完完全全嘅從呢啲嘅罪疚感、呢啲嘅內疚、呢啲嘅痛苦中重新振作起嚟，起翻身，完全嘅釋除呢啲嘅痛苦，滿有喜樂動力嘅活每一天。求你賜福，求你幫助，亦都願意讓你嘅聖靈去充滿我哋嘅時候，我哋都滿有能力嘅去履行你俾我哋呢份建立教會傳福音嘅使命，有力嘅實踐使命，傳揚福音，令萬民歸主。願你賜福，願你帶領，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
阿門。縱然我哋會經歷犯罪、跌倒與自責，但復活嘅主以赦罪大愛饒恕我哋一切嘅過犯。讓我哋一同感恩讚美，重新振作，盡上責任，活出真實悔改嘅生命。親愛的主，已今朝我回來，年臨離開，使我心覺慚愧。像我這樣，你竟還行愛慕，哦，主你愛，真是令人難猜。我雖曾說，主啊，我甚愛你。誰曾自誇，我永不離開你。曾幾何時，我又將你離棄，向你背約，使你傷心嘆息。主啊，你愛，奇妙的愛，長闊高深，真是令人難猜。誰言我曾一度叫你常懷，但主你愛，卻又將我找回。但是主啊，你不因此灰心。那苗愛，隨你將我就尋，直到尋見，懷抱我在你心，撫我令我，使我歸回羊群。主啊，你愛，奇妙的愛，長闊高深，真是令人難猜。誰言我曾一度叫你常懷，但主你愛，卻又將我找回。主啊，現在我不敢離你懷，我又何敢辜負你的仁愛？我懇求你保守我不失敗，直到你愛被我充分了解。主啊，你愛，奇妙的愛，長闊高深，真是令人難猜。誰言我曾一度叫你常懷，但主你愛，卻又將我找回。但主你愛，卻又將我找回。羅馬書12章1節，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然而我哋領受咗神嘅話語之後，更加明白點樣去實踐神嘅旨意，將我哋嘅生命去獻上，好似活祭一樣，遵行神嘅吩咐，活出聖潔。如果你有金錢上嘅奉獻，可以聯絡你所屬嘅教會領袖。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 ，Shalom 平安。
你追求财富还是心中的富足呢？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讓我哋以三一眾，將榮耀歸俾三位一體嘅真神。願那無條件愛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嘅恩惠，設立萬世救恩嘅天父上帝嘅慈愛，喺人心中賜下安慰醫治嘅聖靈嘅感動團契，常與我哋眾人同在，使我哋喺末世充滿災難人禍嘅日子，無懼患難挑戰，勇於嘗試，經歷創傷，願被醫治，再上路。阿門。當我哋認知我哋嘅救贖者耶穌基督活着，讓我哋更有能力活出復活生命嘅見證。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
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